行政院长杜英泰早起是去到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来了解各地救灾的状况。杜英泰讲因为这阵风雨灾情是真严重，行政院会来通过大型防水的计划，这个计划头尾是4档。也等是风台灾后后援特别条例卖来通过，全力协助地方来重建。 经过找地地灾性大火的侵蚀，雨水冲入去台南新市区一栋公寓地下室的停车场，挡水泵拢无法度动，正几点真久，地下室10台车拢浸伫咧水内底。7、8点7点半那时候，应该水就已经过车顶了，然后10点的时候，整个地下室就已经淹满了。即马3只，工作要搁调一只来，要搁新增一只大台，今仔要甲完成安尼。强降雨侵蚀，台南市中西区、永康区拢有灾情。安定区的港尾下游啊做大水，抽水站一直伫咧放。西南气流强，落大雨做大水。行政院长杜英泰初3早起到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主持工作汇报，这是各部会调派人员物资支援救灾。这礼拜通过未来4年大型防水计划，加强内水外排抽水站设备。接下来这个礼拜，我们会通过未来4年的一个防水的大计划，以及丹纳斯台风的一些特别条例。我认为这个都是一方面因应现在大家看到的状况，也因应我们未来要整个更大幅度在历年治水工程之后，把这些源头、把这些末端工作再把它做好。专家讲，治水工程有一定的设计依据，而这嘛气候变迁，降雨量有可能超过原本所设计的雨量。除了治水工程以外，也让用防灾管理的手段来减灾。从一些法令规范制度面，针对一些土地利用的限制也好。 或者是引导也好去做，比较容易发生淹水地区，这些风险要跟民众揭露。譬如说我们的工业区，或者民众单独设立一些高价值的工厂，尽量的不要在这些容易淹水的范围里面。专家讲，尽量是用法律的限制来避免工厂或者是商店设置咧淹水的监视区，也有建立警示系统，在淹水警戒时阵，随通知民众撤离避难，避免灾害的损失。这拢是非工程手段会让减灾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